这个是秋葵啦，这个是秋葵啊。哦，这是秋葵，你看那花白里透黄，哦，快要重阳节了。你看那个下面的叶子已经掉落多少了，算是很老了。它这个只要有灌溉过哦，地的土了哦，不要太干哦。你看还会再开花呢，来看，还会再开花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它长出来的果实，你看。开花长出来的果实，哦，有的可以长到15公分，只要那个尾部哦，还压的弯，压弯的，压弯的，还会能够弯的，压一压还能够弯的，压一压啊，能够弯的下去，那还能够煮菜哦，做菜。这白秋葵吧，白秋葵15公分长的，还可以煮来做菜。有一种叫黄秋葵，很短。不是这种颜色，它也是绿色，但是有棱角比较明显，叫做黄秋葵。搞混了。另外还有紫秋葵，哦，那个就很短了，大概5、6公分，好像再多长一点点，它就要赶快采收，不然纤维就太粗了。那你看那个没有采收哦，干了以后变这样，变这样，那也要够大哦，植株要够强壮，那个果实豆荚要够大哦，干了以后那个种子哦，生命力才会强，就是说播种才容易发芽。都快要重阳节了，你看，有的还在开花，有的还在成长，只要有灌溉，土不要太干。